台湾家己制作的唱水南海鲲号逼出泄漏风波，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和前海军的顾问过数指控泄漏唱水南国造的机密。马文君因为安尼先去告过数加重诽谤罪，过数今早起也去到北检告马文君加重诽谤，并且另外再提出这民事赔偿300万。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这高检署含调查局目前已经分案调查。 台湾国造江南海鲲号9月28请夜落水，不过了后煞逼出泄密的风波。江南专案调集人黄树讲，有立委一直咧阻挡进口关键装备。针对这点，前海军顾问桂树讲，泄密的人就是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今天本人马文君如果有曾经找过黄曙光，为了蝇头小利，不要说蝇头小利，如果有跟他要过任何利益，我切腹自杀。 如果没有，请黄曙光切腹自杀，可不可以？马文君去南投地检署告贵署加重诽谤，贵署再去反击，去台北地检署起零新告，嘛反控伊加重诽谤，另外提出民事求偿300万。伊讲马文君伫人面册讲伊靠我中国是军火中人，这个拢毋是事实。 嘛反驳马文君讲伊无院外办公室的讲法。我之所以敢说这些话哦，我说他的这个林森南路麦当劳对面的办公室，是因为我亲自去过啊，我在那里喝过茶呀。杨国良在那里告诉我说，大姐选举要有经费啊，所以马文君你不要现在再掰。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国防机密，法务部长蔡清祥讲，高检署会分案调查。也那马文君讲，去年捌收到秘密引动。 讲到过数介入国造江南的代志，早就已经把相关的证据交去做调查，不过煞像沉落海底无消无息。蔡清祥嘛做出回应：如果检调有收到这些资料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依法处理。我希望我们全国各界不分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场泄密的风波来回，嘛互民进党立委初二提出临时提案。 明定出席秘密会议，爱签保密协定，保障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